有诶来找倒转来。所以讲咧，真正修行是爱有内修，去伊自家目的，不断咧来调整自己，安尼才是真正诶修行。所以讲咧，咱毋是讲我有会当着咧度人去我会当自我些工作，安尼叫做咧修行。因为这不过拢是一种诶所以讲咧，咱真正诶修行嘛，就是讲，咱会当真正诶，伫咱诶心当中，要安怎慢慢来家调养，互咱诶脾气毛病慢慢会当减少，毛病愈少咧，相对咧，咱诶咱诶好诶会愈侪，咱自信咧会愈来愈稳定。也就是咱平常时咧所讲诶，咱讲得不万年，民主万己。其实咱大家拢总是一个依个工作诶自信。那么为虾米慢慢咧来为了这个世间了后，煞会忘背了着花天的路，那么要转去第二在路，第二条命不到，条命不到。那当然咧，就是讲。咱过去搁互你准备条件有够，毋过你毋知转去的路，搁你受到多怨各怨，嘛无法度转。那当然咧，咱就是讲找着即个路，搁会当修持圆满，那当然咧会当根本圆满，也就是讲，咱会当必须了着民事一致。所以讲咧，咱即次会当得到，也就是讲三乘普渡。那么咧，普渡也就是普渡了着咱每一个人伊的即个自信，因为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信分，这是大家拢是本来所土有，拢是土有的，所以讲咧就是有佛性，所以讲咧咱才会当成，才会当修成了即个正果，所以讲咧伫咱单经内底，就是讲伫即个82页，即个第3段。才甲咱讲，先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，见念迷即凡夫，护念悟即佛，见念欲境即烦恼，护念离境即菩提。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，伊甲咱讲凡夫即佛，那么伫迄个圆觉经内底咧，伊甲咱讲咧所以讲咧，圆觉经内底甲咱讲，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讲咧，其实凡夫那么就是一个佛，就是一个佛。所以讲咧，因为咱就是本来具有了即个佛，所以咧，咱才有法度通来修成了着即个正道。所以讲起来咧，咱即届修行法道，咱修行大家拢是清楚。虽然是无为之为，咱修道无着重了着即个道德，伫心内底爱行无为之为，安尼咧才会当达到了伊个清净圆满。但是咧，咱今仔日修行法道，无非就是要希望咱会当真正咧来根本圆满。你互咱会当真正咧根本圆满，会当咱根本圆满。那当然咧，也就是讲，咱本来除了伫即个颠倒道工作做个事情，那么咱对了了伫即个世间了后，那么忘背了着咱的佛性。那当然咧，伫即个世间，那么咧有欲因、感欲因、生欲色，那么伫即个当中咧，那么最先无事。所以讲咧，无法度人回天倒转去。
咱今日呢，修行学道为了根本还原，这就是咱修道的宗旨，嘛咱的目标。哦，虽然讲执着，毋过呢，咱的修行呢，那么伊是清澈，哦，清澈，就是讲咱今日去修道，为了就要当超生了事，要根本还原倒转去靠咱本来这种自性，这种自性伊的这个还原，所以讲呢，有的人当然伊会无了解。伊会感觉讲你修道，你修道嘛是有目的啊，你咧修道咧，拢总是为着要成佛。其实呢，咱讲真诶，做任何一件代志，都有伊的宗旨，为何伊要去做？这就是咱人诶。那么，伊每一个工课内底呢，拢总是有诶。为什么要做头路？就是要趁钱。为什么要去做工？就是要趁钱。那么呢，为什么要趁钱？因为有钱才会生活，这无法通改变的法则。所以讲呢，伫修行来讲起来呢，那当然咱今日得到修行，那么呢，讲要会当真正超生了事，这嘛就是一种咱应该爱有的本分，咱应该爱有的本分事啦，本分事，本分事，也就是讲今日。咱有了解这个家庭，有了解这个子女，那当然啊，有子女了后，咱的本分就是一定爱家己饲好大汉。无你敢会当讲囡仔生下来卖插伊，无可能。那么咱的佛性，过去是佛，那么呢现在呢，那么已经蒙蔽飞天之路，无法通倒转去。那咱今仔日呢，会当真正当着三泽普渡，真道探视。会当互咱一种回天的机会，那当然咱尽到了着咱的本分，我要安怎家修成正果，这是咱的本分啊！这毋是咱贪心啊！咱各位前面咱敢有讲咱一句话？本来这是咱的责任嘛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呢，有当时伊家本为利害。拢想修道爱无无，爱无为无为，是没有错。但是咱今日的修道就是为了着要会当根本还原，所以讲起来这是咱的本分，本来咱应该要去做。咱讲真诶咱无成佛倒转去，咱但是失去了着咱的本分，失去了着咱的本分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就是讲会当把握住这个。因为较早咧，单元读书嘛，你要会当讲得到天道咧。